Hello，大家好，朱春豪。而家經濟麻麻地，正所謂前世做錯事啊，今世做飲食。而家有餐廳酒樓為咗搶客，九個九嘅菜品都做得出啊！呢啲擺到明係蝕住做啦，一個字啊慘啊！不過消費者係幸福嘅，以相當實惠嘅價錢就食到好多好嘢。嗱，最近利奧喜悅八嘅經理話我知，佢哋推出咗一款768蚊嘅2人套餐。有鮑魚，有魚翅，連甜品同生果，總共10樣嘢，唔係啩咁抵？梗係要去試下菜啦！喜悅八喺新口岸區就出晒名嘅，晚市人都好多。嗱，我哋叫嘅至尊龍蝦2人套餐，頭盤有3款精緻小點。嚟呢度一定要食佢哋舊叉燒先，湯係椰子燉老雞翅菌湯，嗰啖湯清甜，帶有鮮味。主角之一嘅上湯焗波士頓龍蝦，睇個樣都非常之新鮮啦。點解啊？因為一叉起嚿肉啊，佢就脫殼，食落口感彈牙，鮮味多汁，人均300幾蚊就食到龍蝦，係抵嘅。至於細細嗰煲呢，裝住嘅係粉絲焗5頭鮮鮑魚，隻鮑魚啊勁大隻，伴有乾煎香味，鮑魚彈牙爽口鮮嫩，咁大隻鮑魚街市買都要幾廿蚊啦。至於呢條蒜香焗黃花魚，看似平平無奇，實質係亮點之一。師傅煎魚嘅技術一流，成條黃花魚完整上台。佢哋係先炸咗蒜，再用啲油嚟煎魚。黃花魚外皮香脆，魚肉水分可以保持得非常之好，搭配特色嘅海膽醬，係有中日合璧嘅感覺嚇。嚟緊呢味煙燻香茅 BB 魚鴿，一向都係喜悅八嘅招牌菜之一。出面啲乳鴿後生極都20-30日啦，佢哋就嚴選14日內嘅 BB 乳鴿，多一日都唔要啊！零舍煲湯，嫩滑多汁，大家睇到啦，一擘開啊啲汁水啊爆棚，仲有好多香茅煙燻味，食落齒頰留香，單點已經78蚊一隻，套餐啊包埋，認真抵食。當然啦，肯定有正菜同埋主食，係紅米海鮮粒炒飯，紅米係用紅菜頭汁浸泡啲飯嚟煮。再配上蝦同帶子肉，夠晒營養健康。呢個2人套餐份量足，所以如果3個人上嚟，可以嗌一個2人餐，再加2個餸啊，咁都夠食㗎。你知我最中意雞㗎啦，我揸主意叫隻芝麻雞食下，特價128蚊一隻，68蚊半隻，呢啲雞就抵叫啦。講返隻雞啦，外皮酥脆帶芝麻香，雞肉調味適中，唔怕鹹。喺出面啲5星級酒店啊，叫隻咁嘅雞，肯定要200-300蚊啦。如果你手頭鬆動，重質不重量，想體驗土豪生活，可以叫隻豪皇原隻綠頭乾包食下。綠頭大乾包配濃厚鮑魚醬汁，300幾蚊咋，就可以體驗到土豪嘅快樂。你話係咪正啊？呢隻鮑魚啊，真係鬼火咁大隻㗎，配飯食口感有零舍唔同，呢個係值得推介嘅。對自己好啲啊嘛！本身個2人套餐已經有甜品、蛋白杏仁茶同埋水果，片尾啊有彩蛋。如果你想到喜悅八，話豬 channel 介紹過嚟，只要有消費，經理就即刻送你桂花冰豆腐花，正式啊滑滑捋捋，好好味㗎。嗱，我將訂座電話擺喺說明區，有興趣大家可以訂位試下。佢哋點樣嚴選優質嘅食材同埋用心去做嘅出品。好，呢一集就睇到呢度先。如果大家想支持我，記得訂閱，我哋下集見。